国维稳预算暴增，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周一发布了一篇新的研究报告，透过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安全预算，证实东突厥斯坦再教育营的预算在2017年涨了3倍，增加了200亿元人民币，约29亿美元，增幅为213%。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研究员阿德里安曾次强调，东突厥斯坦的预算印证了中国政府持续建造维安严密的再教育营，监禁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。数据显示，再教育营的花费从2016年到2017年涨了200亿人民币。多国呼吁中国关闭集中营。周二，西方政府呼吁结束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。11月6日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开会，对中国进行定期审议。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多个欧美国家都关注东突厥斯坦再教育营的情况。人权组织曾指出，在那里多达100多万人被送入再教育营地进行无限期拘押。中国代表团成员当天在会上继续为拘禁营辩护。多个国家的代表呼吁中国停止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，并敦促其尊重宗教、言论和结社自由。图谋袭击法国总统马克的嫌犯被捕。法国媒体引用司法部门官员透露，当局昨日拘捕6名极右分子，怀疑他们计划袭击总统马克龙。根据法国 BFM 电视台的报道，在针对马克龙总统的暗杀计划的初步调查范围内，有6人被捕。消息人士称，6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准备对马克龙采取暴力行为。据报道，嫌疑人是极右翼分子。印度禁止在泰姬陵做礼拜。拥有千万穆斯林人口的印度，当局禁止在泰姬陵做礼拜。不久前，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在泰姬陵墓做每周5的舅妈礼拜。印度考古调查局宣布这项新规定。土耳其政党主席，中国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。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穆斯塔法·大斯提吉指出，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旨在消除突厥和穆斯林意识。他说，中国与希特勒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是用石油制造肥皂，一个是消除自我和身份。所以我们高喊着他们都进行同化和种族灭绝。印尼宗教学者在沙特阿拉伯被捕。印尼伊斯兰捍卫者阵线领导人在沙特阿拉伯被公安部门逮捕。据报道，不久前定居在麦加的印尼伊斯兰捍卫者阵线领导人穆罕默德·日兹克·希哈布被沙特安全部门逮捕。印尼外交部证实，希哈布在麦加遭到被逮捕和审问。东突厥斯坦孩子被同化，中国当局大规模任意拘留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，将100多万人关押在集中营以后，强化对维吾尔孩子的同化政策，把孩子们送进在和田、喀什和伊宁等地方设立的孤儿院。近日，中国官媒分享这些孩子的图片，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个半岁，最大的4岁。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喀拉喀什就此议题发表声明说，在中国的这些设施中，通过将维吾尔儿童与家庭教育、传统习俗、民族文化、语言和文字做分开，被汉化、被边缘化，并且他们随时受到羞辱。他还强调，中国希望将他们培养成这样一代人，他们将会讨厌自己的种类，对自己的突厥民族身份感到羞愧，并仇恨自己民族。他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，并用有效的措施来截止中国同化维吾尔人。